兵族第一屆麻雀賭王賭後比賽紀錄片。16強第一局對戰 Team A， 由 Jeffrey 1號玩家、小喬巴同 Mars 對戰。Jeffrey 同1號玩家由頭帶到尾，最後以180同55金幣順利出線。16強第二局對戰 Team B， 由 Hazel、榴蓮、Ivy 同熊貓對戰。今局有少少峰迴路轉，最後由 Hazel 同榴蓮出線。賽事嚟到第3局 Team C， 由淺紅、月月、Candy 同埋神我廝殺。今局由於神我多次自摸加上淺紅嘅運氣爆棚，最後成功出線。16強最後一局 Team D， 由辣椒、主辦方阿 Jack、無聊，仲有唯一唔屬於3個聯盟家族嘅妹豬對戰。呢局好精彩，高峰收視去到11人，阿 Jack 由領先到最後突然俾無聊爬咗頭，最後由妹豬首名出線，無聊成為16強唯一負金出線者。8強賽第一場由1號玩家 Jeffrey、榴蓮、Hazel 對戰。呢局 Jeffrey 比起初賽有少少失準，好可惜。結局首2名到決賽嘅玩家係贏3家嘅 Hazel 同1號玩家。同一晚嘅準決賽第2場係由淺紅、神我、無聊同埋妹豬嘅對決。最後入到決賽嘅就係2個大熱，無聊同神我。無聊喺呢場開始發圍，用1家贏1640金首名出線。終於入到大直路，7月1號晚舉行嘅決賽，由1號玩家 Hazel、神我、無聊進行廝殺。外圍賭盤買 Hazel 係大熱，神我緊隨其後。呢場高峰收視去到19人觀戰，好精彩。恭喜第一屆麻雀賭王賭後嘅贏家，第1名係1540金跑出嘅1號玩家，第2名係中間斷咗線託管咗一段時間嘅無聊，第3名係賭盤入面好多粉絲嘅神我，而第4名係賭盤大熱 Hazel。由16強高手雲集打到入決賽好唔簡單，恭喜晒4位。Glacier 兵族有懷疑，我哋一班管理層5月初接手家族，一開始好快達成共識，等族員們多啲歸屬感。除咗每個禮拜6語音房活動外，麻雀大賽就係第一個家族比賽。雖然每次報到我哋都要揾人 briefing， 亦要揾監場警察，其實都幾勞民傷財，但好感激所有參賽者同3族族員嘅支持。有你哋先會有我哋 Glacier 兵族，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進行中嘅 Jackaroo 比賽，同埋預告定嚟緊7月中後旬會有新比賽，記得要持續關注我哋，多謝大家。Glacier 兵族愛每一位。